今年台南北门的羊棚粿销路袂歹，而且大部分咱拢讲到这羊棚粿啊，真侪人拢认为讲是甜的。即马伫北门遮有农民试种新研发的品种，食起来毋若真求心，甚至佫有淡薄仔的酸甜味。市面上即马目前还佫无，可能佫爱等一时啊。 规片农地农民当咧顺应的羊棚粿，这毋是一般的羊棚粿，食起来是酸甜啊酸甜。这个是北门农民摕竞标公司新研发的酸甜粿仔来试种，顺利修成头一批的粿寿品种。是安怎种才会好食呢？农民解说是因为台南北门甲外海土质带咸混，佮加上气候的关系。较早有走过走咸水域，所以我会去种我较无共看。 这种物件会较耐寒、耐盐的，结果吃起来就是伊酸甜瓜的部分，对这个盐它会比较耐。其实农民伫咧准年就开始试种啊，头期先新种粿乳的品种，大部分的人拢反应上酸，所以即摆换种改良版的粿寿品种。农民佮讲，虽然讲这种品种外形较细，毋过食起来肉质真 Q， 滋味酸甜啊酸甜，大部分的人拢会使接受。酸甜瓜伊粿寿，伊就是食起来伊的口感会较 Q 心，肉质较 Q， 伊果肉内底就是有点白带橘色。这个新品种农民新试种200粒尔，目前还未上市。羊棚粿是台南北门特产之一，今年因为雨水较少的关系，产来水气控制较拄啊好，所以甜度真悬。农民进一步表示，大家即届销路拢真好，一台斤会使卖到60到70左右。记者伫新屋台南采访报道。